最近哪里拢呛讲要大罢免，初三罢免团体送出19个国民党的立委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的联署书。今仔有团体嘛送出台北市中正艋舺区的立委吴派业第一阶段的罢免书2678份，嘛预告讲立委吴思瑶的罢免书嘛赶紧送件。铲除克星，罢免双吴。国民党青年团发起罢免台北市双吴的民进党立委，初五一透早8点半送到第一届罢免吴派业的提议书2678份到中选会。根据中选会统计，加起来已经收到1案的县市首长的罢免案，19案的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和1案的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像我们在联署摆摊的时候，地方民众其实都蛮支持我们罢免吴沛忆委员的。因为有一些民众，他们就直接说，在地方上其实根本都没有看到他来走跳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民众，其实经过看到，其实还就是充满疑问，说吴沛忆是谁？我们等于是分批次的，就是以吴沛忆委员这边的文件，我们就先送。然后吴萧委员的话，我们目前还在造册中。面对民进党发起大罢免潮，国民党发动反制。团体嘛，预告讲，这礼拜就会送交立委吴思瑶的罢免案。看到压力四界拢在战，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嘛，亲上火线来回应。民众党是强调讲一定会参加。就罢免的串联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民团自动自发，这个是针对蓝营所提出来的罢免案。反观对于吴思瑶或吴沛忆等绿委所提出来的，背后都是国民党的势力不演了，用罢免的手段作为要参选选举者的起手式。民进党不适任的立委非常的多，所以台湾民众党在这个一直在呼喊说，那么多的这个民众都反对大罢免，然后请这个赖清德要赶快踩刹车，他其实一直在踩油门。台湾民众党不会坐视不管，我们一定会有反制的动作。立委张启凯表示讲，收到真侪哪位传信息邀请伊来参加宣讲，佮伊个讲刷落来，民众党嘛家己办活动，党籍立委嘛无排除讲会下乡做伙来反制绿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